北市政府原民局为使旅居在都会区的族人们，在原住民的新园乡新北市，能够将部落传统技艺文化继续传承下去，特别举办了新北市原住民族部落技艺研习营，到台东县长滨乡南族湖部落参加丰年祭，希望能够更了解祭典技艺的文化意涵，并透过文化活动的办理，更凝聚族人的向心力。新北市的来宾啊，摆来样到中间坐，摆来样到中间坐。那个头目会长协进会的，请到中间坐。而到部落研习的新北市族人们到达现场时，先依年龄进行年龄阶级的分配，在未来4天的研习活动中，大家就依照年龄阶级来全程参与各项祭典活动，来充分感受年龄阶级在丰年祭典中的运作。anu saya kesulingan namu itini sama hanu niam apa kami aku itilai kami sa kamangai sana tu kapah nanai masulingan namu masulingan anu niam inya sa komisai nai ko ala niam mapatara itini kamis ai yarai sulit tumuk ini untuk kita ke yang asal semua hai hai lọ quay lọ hai là sinh sinh hai kumang ko imira utang fur umang laku chao sa umang Hining Nen Hining ay gila so Hining anak ko ni kapok
市议员一将拔路儿与新北市政府原民局汪秋一局长表示，此次的部落记忆研习活动是新北市首次到部落进行学习，希望能够为新北市的原住民族人带来文化传承的新契机。希望第一代的原住民再回到自己的奴隶文化，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看到自己文化这么优秀，这么样的一个有内涵的时候，你回到你的这个居住的地方新北市，会忘记。基于我们新北市的都会原住民离居北部已经30-40年以上不过我们为了传承原住民的岁时记忆有很多部落的传统精神还有制度呢，仍然必须到都会区来发扬光大。因此，我们举办这样的一个部落巡礼，从部落里面去观摩，再找回我们真正的传统跟精神。